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主啊，谢谢你设下安息日，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周的忙碌劳苦当中，回到你的怀里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的时间，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在敬拜当中，再一次跟主你更深的连结。主，我们愿意在这当中与你更深的相遇。主啊，有忧伤的，有身心灵这样子的困境的，主啊，我们愿你在当中来扶持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心里有力量。主啊，是的，我们要在爱中与你相遇，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圣灵在当中来运行，好叫我们在当中口唱心和来敬拜你。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同心感谢赞美，是奉靠你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信任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朋友，我愿一生荣耀你，让我觉得天上高过火气，你清洁的心单单是否你，愿你旨意呈现在我的生命里，用生命更新阳光我的手，指引我快跑跟随你，在海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在礼拜之前，我们一起来宣告，有一段经文的宣告，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宣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
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我们要为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病痛，还有肢体来祷告。我们特别为自己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来领受神的祝福祷告，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第二个，为着我们教会当中年老、病痛、住院，或是在心灵上需要平安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第三，我们要特别为着教会当中近期失去至亲的弟兄姊妹或家庭来祷告。好，愿神他的安慰就进入当中。我们一起开口为这3件事情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切切的寻求你，渴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主，赞美你在当中，求请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全心的敬拜你。主，特别求你将那个医治临到我们当中，主，有软弱的，有病痛的，你的医治就在当中运行。主，我们心灵软弱的，我们失去平安的，神你就在当中来扶持我们，让我们来经历神你的医治跟平安。主啊，我们也为着在失去亲人的弟兄姊妹的家庭或个人，我们献上祷告。主，求你亲自安慰在当中。主啊，求你的羽翼来保抱他们，好叫他们因为主你的保守，心里得到坚固。主啊，你是平安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恩典的主。求你的医治就临到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求你的安慰也临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为着第2项来祷告我们为着认识福音来祷告。第一个，我们求神来赐福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全家归主，能够全家归主的恩典，这是极为大的这样的赏赐。我们愿不愿意有全家归主的恩典？愿意，有人点头，好，那代表你很愿意，很期待。好，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全家要归主。第二个，为你身边为认识主的亲人跟朋友来祷告，求主将认识他的恩典赏赐给他们。第三个，为了11月14号福音主日，那个爱城弟兄也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也为他祷告，特别吸引未信的弟兄姊妹来到当中，来领受这样子奇妙的见证当中。我们特别为这3件事情一起开口祷告。求你赐福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要来认识你，我们家庭的成员都要来认识你。主，让他们有坚固的信心来认识你。主，让我们持守一生跟随你的脚步。主啊，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就是将这样子的恩典，就是这样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恩典白白的要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来彰显。是的，我们身边的人还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主啊，你要一一的都要来拯救他们，将你的恩典临到他们。主，是的，我们为着11月14号的福音主日献上祷告，恳求你亲自掌权在这个福音主日上，让更多人在这里被你得着。是的，更多人在这里被你得着。好，我们接下来为第3项来祷告，我们来为世界国度跟台湾来祷告，求主赐福台湾的每个家庭。我们也将对不起，那个 PPT 没有改过来哈。好，听我说哈。我们为着好，先回到第3，好，对，好，回到第4，因为那个没有改。好，我们为世界的国度来祷告，好，特别为着台湾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全部被控制，还有全世界的疫情被控制，我们来呼求神，求神将他的医治怜悯就临到这个世界，临到台湾每个角落。特别神也赐福台湾有平安，百姓生活安定，经济富足，也祝福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一起来为这几件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一切掌权的神。主啊，我求你在掌权在整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上面。主啊，让我们人能够回转归向你。主啊，让我们更谦卑的
来看待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哦，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愿你在当中成为我们每一个环境的帮助。主啊，将你的平安、你的和平就在我们台湾每一个地方来运行。主啊，让我们的百姓是在一个安定经济富足的环境当中来居住。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的环境，祝福我们台湾，我们每一个位置、每一个居住的环境都在神的保守当中。主，谢谢你，谢谢你。最后，我们来为教会祷告。我们来为教会祷告，为着今日教会服事的团队，求神与我们同工，将能力赏赐给服事的团队跟个人。我们也为着夏牧师今日的讲道祷告，愿神将特别的恩膏赏赐给我们牧者，圣灵同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谦卑领受教导。也为着我们的长职同工来祷告，特别也为着我们上个礼拜所选出来的新的长职，还有一些执事，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人来服侍他。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着牧师今天的讲道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设立教会来敬拜你。主，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特别赐福今天的服事同工，让我们同工在当中有合一的服事，有神你喜悦的服事在当中。主啊，我们的能力是从你而来的。主啊，你浇灌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的服事有合神心意，得神喜悦。主，为着我们夏牧师今天的讲道，我们也特别求你的恩膏在他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学习，来聆听。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安慰鼓励就在当中。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请起立，一起来唱诗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生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全权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深深的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我甘愿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再次跟主说，我甘愿，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是的，主啊，我们要一生要跟随你，因为一生跟随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要永远抓紧这样的福分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更要放下我们心中的重担，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你，一生要颂扬主你的名。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脚前，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你的爱何等甘甜，你的心事不改变，你的宝贝围绕我，服侍我。放下一切重担，放下一切是的，主啊，要让我们放下重担，来到他的脚前，单单寻求他，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你的爱何等甘甜，你的心事不改变，你的宝贝围绕我，服侍我。更渴慕的来寻求，我心渴慕你怀抱，我定渴慕你同在，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我心渴慕你怀抱，我定渴慕你同在，在你怀中我得到安息。我心颂扬，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我要欢唱你慈爱何等长阔高深。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脚前，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你爱何等甘甜，你心心事不改变，你的宝贝围绕我，服侍我。我心渴慕你怀抱，我灵渴慕你同在，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我心渴慕你怀抱，我灵渴慕你同在，在你怀中我得着安息。赞美我们的神。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我要欢唱你慈爱何等长阔高深。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我心颂扬，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我要欢唱你慈爱何等长阔高深。我心颂扬你作为何等奇妙，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阿们。愿神的意志就在当中进行，愿神的平安就在我们当中。
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永远的依靠》。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指引不了光，使我心充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深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指引不摇晃，使我心充满有平安，充满无希望。信心来宣告，我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在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在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再次宣告，当我全心敬拜，当我在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再次宣告，当我全心敬拜，当我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哈利路亚！当我们全心敬拜，主你的神迹就在前方。主啊，这是信心的宣告，也是神跟我们同在的证据。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亲近你；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恳求你；当我们心灵软弱的时候，需要你来加强我们的力量。是因为我们承认你是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创造人类的主，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仰慕你、追求你，是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你是永远的依靠。感谢主，让我们借着诗歌跟你连结，也借着敬拜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也借着祷告，我们要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恩典跟福气。主啊，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经历了神同在的奥妙跟喜乐。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是记载在2处，由我来读。罗马书1章16至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将得生命。第2个章节是记载在约翰一书1章8至10节。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欺骗自己，真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错，我们等于把上帝当作撒谎者，他的道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圣经读到此，接下来我们请圣歌队来做引音的献诗。我主是我的牧者。献诗后，我们请夏牧师来讲道。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宗教改革与灵命更新。
起拍手，借着诗歌来感谢神，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经过了5个月的疫情，今天算是大家慢慢恢复正常的一个聚集。上个礼拜我们是联合聚会哈，那弟兄姐妹，这段时间不知道你们感受，无论在网络或是在我们的实体，我想大家都经历到，好像一个军队要出去征战，突然间遇到很不可抗力的一个搅扰，大家军队都散掉了，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继续在抵抗。突然间这个警报解除了，说大家回来归建回来归建，就是回到原来的岗位。我看到在很多不同的教会，他们都说这一次疫情经历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有一些情况是被消减的，但是有的教会是反而更兴旺，因为他发现说这一个教会的连结，一个神的力量透过不同的管道吸引或是吸收了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得神的恩典，虽然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不能一起见面，但是很多都透过网络，透过奉献，透过联系，我们大概从下个礼拜就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的每一项聚会，包括圣歌队要回来献诗的，我们的小组第2堂也要小组来献诗的。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请跟各位隔壁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在教堂见到你，好不好？好，感谢主。一起敬拜的气氛真的不一样哈。你知道我们现在影音的这个事业非常的兴盛了。不过现在很奇怪哈，就是很多那个乐团或是表演团体他们在举办那个现场的演唱会，这不是小巨蛋我们在体育场一下子就秒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从网络听那个音乐觉得不过瘾，一定要在现场觉得那种大家一起互动的心情不一样。那我期待我们虽然在线上也同样能敬拜神，但是呢，团队一起聚集的敬拜，那是跟初代教会那一样，大家聚集在一起。初代教会他们遇到迫害，比我们的疫情的那个威胁更大，但他们就是聚在一起，同心敬拜神。我期待这样的心志也能够在我们富强教会来继续发生。我们要分享主的话之前，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经过疫情的挑战，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一起同心聚会，同心敬拜，一起要领受从天上来的恩典跟祝福。主啊，透过你的话语，我们一起要学习你的教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那个网络的投影还没开始今天呢刚好是10月31号10月31号。那很多人都会把它马上联想到什么呢？联想到万圣节，对不对？联想到万圣节。但是基督徒更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宗教改革纪念日。那这个是已经504年的历史了504年的历史。那这504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在整个基督教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改变直到今天还继续在影响各地的教会当中。那我们请同工把那个投影片打开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宗教改革为什么是504年？是因为在纪念马丁路德在1517年所做的宗教改革。那刚好今天礼拜天也刚好是这一天了所以牧师特别用这个宗教改革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等一下经文我们可以再复习宗教改革504年，首先是因为一个人物，就是马丁路德。那我们可以甚至我们在学校的历史都有提到这一个点。
宗教改革这4个字已经形成一个专有名词了，专门在讲504年前马丁路德所做的改革。但是宗教改革，你如果知道的话，这个是一个随时在做的事情啊。宗教改革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专有名词。那马丁路德为什么会发起这个运动？这是我们了解，然后找到一个力量的根源。1515年，2个15很好记哈。马丁路德呢，他读了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1章17节，他得到一个真理的亮光。我想马丁路德绝不是第一次读了，但是就是在这一年，他在他本身当时是一个灵修者，就是修道士这个是马丁路德哈。这个修道士呢，他很认真研读圣经，而且研读得很透彻，而且当时的规律，他的教规非常的严谨。他在修道院里面苦修，但是他一直在心中找不到一个妥切的答案。到底我这样子做，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保证？然后他读到刚刚读的经文，罗马书1章，如果从16节讲，这个讲得很顺啊。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这句话是我们常常在读的经文。但看到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第二个是拯救一切信的人所以当这句话一个铺陈之后，他读到17节，看见一个很大的亮光所以他就是得到这个亮光。他自己回忆录写说：“我这时觉得自己得到了重生，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天堂。”换句话说，他一直苦思不解的答案，上帝给了他。为什么他说苦思不解？刚刚我讲了，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年轻的修道士，应该守的规矩他都守了，应该守的戒律，他守的怎么读经怎么样的研究他都来了，但是他一直苦闷说，觉得自己心中还是很多的原生的罪没办法消除。所以呢，他从这段经文得到答案得到答案。那这一段经文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再读一次可以吗？一起开口来读，预备来。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将得生命。他读了这段经文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相信他的人。然后这段17节又想说，是起于信，又是止于信。换句话说，除了信以外，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其他的不是最关键的。所以他就是因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么大的强烈的感受呢？这段经文他不知道读过几次啦。原来是因为他那个时代，当时的罗马的教皇，他们要预备盖当时的圣彼得大教堂，那么庞大的建筑，有点类似秦朝时代的那个长城的感觉啦，就是花费好多的金钱因为没有钱了怎么办？他就是发布命令，说欧洲所有的各地的教堂都要把钱捐到梵蒂冈，为了要盖那么庞大的一个建筑物。后来那些主教啦，那各地的教牧人员呢，为了想达标嘛，就好像类似说，你这个地区要有多少的预算，你要把它筹过来。所以就后来竟然演变到非常荒谬的什么，我们都听到赎罪券。换句话说，赎罪券的意思是说，有钱人呢，他可以借由捐献
而让他的祖先的灵魂马上得救。那这跟圣经讲的完全不一样啊！那没钱人怎么办？那有钱人就比较好命，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在苦思不解，因为他觉得他的长官，他的整个教区的说法跟他读的圣经真的是格格不入。所以我们才说在1515年2年前，他读到了那段经文，他就从圣经的光照当中领悟出因信称义的教义。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当时是何等大的一种，哇，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理论呢。而且跟当时的那个赎罪券的教义完全是10万8千里。所以这个也就是成为宗教改革的神学的基础了神学的基础。换句话说，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你除去了一切的限制，你只要信。但是当时天主教的教导是说，你要靠苦修、靠善行、做功德的意思才能得到。那那个马丁路德说，这段经文讲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神给他一个亮光跟火种。所以呢，他在2年之后，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万圣节的前一天，在德国的威登堡教会的门上贴出布告。当时的氛围是这样子的，他不是想说我预备要做一件轰动的世界的大事，他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只不过是这个大的体制里面一个小螺丝钉，只是他觉得年轻人觉得说我的想法怎么跟上面教导的不一样，只是他想要提出一个辩论而已想说有没有人要跟我讨论一下，就好像我们现在学生很会发问那种人说老师我觉得各个不懂，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只是纯粹这种想法，那没想到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火种，就爆发了整个全欧洲的一个宗教改革。他写出了95条，觉得赎罪券这种东西有95条，觉得他不适当的。你看这个年轻人头脑那么好，一件事情可以谁写95条，而且是大纲而已不是内容那当然神预备了，那是因为有不同的时代的铺陈，直到那个时候一个引爆点就发生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会听到一点叫做一个时机点、契机契机，或者说英文一个字叫 kairos， 就是说那个时间没有人可以算出来的，突然间就出来了，突然间就爆发了。你看武昌起义革命也是这样，无形中就这样爆发起来。那整个苏联帝国的瓦解也突然间一下子发生。东德跟西德当时的柏林围墙突然间被拆掉，没有人说我们预计要做什么事情好像一个时间规划发生，都是一个突然间的爆发点。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改变呢，这个历史的宗教改革就这样发生了，从德国、瑞士、欧洲大陆发生了。所以马丁路德他提倡的因信称义跟信徒皆祭司，我们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但是当时就是大大的震撼了整个罗马教宗，整个天主教几乎是瓦解掉。那马丁路德在坚持自己的信仰，他觉得本来一直在讨论的时候，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是势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反正就是包括行政权，包括皇帝的任命权都在他手上，等于是包山包海的，就是所以呢，违背他的只要被定成异端不只是抓去关，是真的是要被火烧掉。你看那种势力大到这种程度，我们常常听一句话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不是那边有什么权力有什么样的奥妙，是因为人的罪。他一旦要守住他的权利，他就要更残暴，那就更无理，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他的权威。那当时的天主教就是这样的氛围，所以马丁路德
还好，在当时我们知道，当时的欧洲不像现在一个国一个国很明显，当时是一个城邦一个城邦，或是一个州邦啊，由某一个诸侯或是某一个贵族他所掌管。那名义上一个大的帝国有一个国王，但是其实是各地的，有点类似我们民国初年那个军阀割据那个类似啊哈。所以有的君主呢，他认同马丁路德，所以就暗中来保护他。后来在这些保护他的人带领他去跟教廷的派来的议会来当面对决，就直接讨论。那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德国一个叫沃姆斯这个地方的议会答辩，他的答辩震动了整个欧洲，改变了历史。他回答怎么说？他说：“除非圣经或有理由清楚的说明说服我，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的意见，这是我的立场。愿上帝帮助我。”所以他有一本书，他的一个马丁路德传记，就是起了这一句话：“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这样子。我想马丁路德不是比别人更，也不是比别人更勇敢，或是那么样的冲撞，他其实是很单纯的认为说，我就是觉得这样子啊，你怎么那么包山包海那么庞大的势力来压制我呢？他当初也不是真的要脱离天主教来自立的，是因为天主教把他切割掉了，把他隔绝掉了，把他开除了，他没地方去啊。所以一群认同他理念的人就跟随着他。所以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整个氛围跟主耶稣当时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有一群人跟随着他，后来被判为这个异端，或是违背他们的祖先的教导，都很类似。但神在每一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人物被神所使用。所以马丁路德他的改革运动的明确口号是什么呢？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所以有人把他称呼说，他好像在宗教的改革被好像是那个自然历史的哥白尼。我们知道哥白尼他改变了整个宇宙的一个观点哈。那他的改变那么大，有一个跟他同时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就是荷兰的思想家叫伊拉斯莫斯，他很支持改革，所以荷兰后来也成为改革中的一个大本营，就是我们所说的归正教会，这个有渊源的哈。然后他就称赞或是说评论这一个马丁路德的改革。他怎么说呢？他说：“上帝给这个时代一位严厉的医生，因为他病得很重，好像就是要下重药就对了，要一个敢开刀的把他毒瘤割掉的一种人，就是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他不只是思想非常的 sharp， 就是他就是很坚持啊。人如果遇到这么大的势力，还能够站得住，那就是不简单。我们常不是说，会被人家收银牙疼，对不对？就是私下讲解给他好处，就解决了，事情解决了。那他就是站立不动。所以马丁路德他也成为德国他们的英雄人物，因为他后来对整个德国的文化也影响非常大，因为他第一个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圣经，让全德国的人都看得懂神的话，又加上当时的古腾堡的这个印刷术发展出来，那个时代的人才有机会亲自读圣经神的话。所以也不是说马丁路德特别比别人厉害，是因为那个时机点神用了他，因为当时的文艺复兴整个氛围让马丁路德走上了这条道路这个在宗教改革其实有一个渊源不是说突然间冒出来的。如果在前面的，就是有前锋、先锋，是英国的威克里夫，还有在波西米亚，现在就是捷克的一个胡斯，都是当时的殉道者。威克里夫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成为英国的一个信仰圣经的一个圣经翻译的前锋后
后来很多协会都把它取名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就是在纪念他。还有一些出版社用威克里夫这样子。那这个福斯呢，他在波西米亚因为被判为异端，就被烧死了啊，所以成为捷克的一个英雄。他现在还在纪念他哈，还有他的铜像，这个是威克里夫啊，这个是殉道者福斯哈。那所以等于有一点类似耶稣的前导，就是约翰，施洗约翰。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之前有这样的人物，先锋的人物。我们大略的一个历史的浏览，就是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从刚刚有那个先锋人物，再来就是马丁路德，他就发展出德国的信义宗啊。那长老教会呢，就是在瑞士由加尔文跟他那一群同伴一起发动的。后来他的学生就把这样的改革理念带回到那个英国苏格兰。那包括荷兰也有一群人认同这样的理念，后来就发展成我们说的 Reform Church 啊，跟长老教会，这些都是有一个渊源在哈。那当时呢，他们也不是为了要好像预备好要自己发展出来，因为一旦天主教把这条路隔绝掉了，他们自己出来之后，他们就慢慢在各地用他们从圣经得到的想法，得到的一个理念，就慢慢发展出不同的教派。因为大家彼此是友好关系，但是也变成彼此不隶属，就是行政上没有不隶属，但是信仰上有一些理解不一样而已哈。那就是这个是加尔文哈，这个是约翰诺克斯。那也同样，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不了解，说为什么长老那个基督教这么多的宗派，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演变所产生的啦哈。啊，后来在英国的那个宗教改革就变成圣公会啊。他们原先这个圣公会是我们台湾翻译的，那个原来他们的本地是安利甘教会，安利甘教会，然后他们也是有主教的形式哦哈，啊跟天主教比较近一点的。那后来又演变成卫理会，卫理会就是约翰卫斯理他们在圣公会里面再改革出来的哈啊，包括后来的五旬节教派都有一个脉络，但是这个是很简要的一个理解。那改革中呢是有长老宗、有长老教会，还有荷兰系统的归正教会，后来的浸信会都类似，跟这个系统有关哈。那刚刚有那个圣公会有重复到了，第3点重复到，第4点就是有一些比较神秘教派，就是虔诚的教派，但发展成后来的莫拉维亚兄弟会啦，或是召会，或是我们些五旬节教派啊，这些都有关哈。那总之就是百花齐放的意思啊。那其实如果要看那个所谓的教派大观我们在台湾就看得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台湾在战后因为各地的宣教师都来这边所以各种教派大家都看得到包括那个不是基督教的教派也都有那现在更多的独立教会，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很自由的从圣经里面领受他们的真理，他们可能专注在这个点，有的注重礼仪的，有的注重比较心灵开放的。那总之就是宗教改革产生这么大的威力其实现在基督教的整个势力都已经超过天主教了，就它的人数或是全世界的一个规模好那宗教改革它的精神是什么样的？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研究宗教改革的书真的是多得不得了，读不完不过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做一个简化归纳，就是从马丁路德这些宗教改革的精神有这几点。第一个是回到初期的使徒教会的形态，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发展成天主教呢，就是一个教牧阶级非常的明确了就是由神父、主教、枢机主教，还有包括教宗，他们变成他们这些教牧人员所讲的东西、所颁布的东西，有时候是超越了圣经了。他们也对所有的圣徒的崇拜好像都已经偏离了所以宗教改革就是要回到初代教会。第二个是强调信徒皆祭司的精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习以为常的，但是当时不行，因为当时这些基督徒或是他们的那个信徒，他们受教育的不多，所以会主持仪式的，他要练拉丁文的那个礼仪，谁会练呢？所以都是被那些圣品阶级的人所包了啦。又加上当时的宗教的势力大到什么程度？所有的土地财产大部分都是教会的，那些信徒就是教会的佃农，你知道吗？他们要负责在那个庄园种东西，然后缴那个税，或是缴那个几分之几交回给教会。所以等当时的信徒就是没有领受到福音的好处，反而是很多的束缚。所以马丁路德强调信徒界祭司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哈。所以跟第三点的类似，就是教会的主体是信徒，而不再是圣品阶级的组织。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圣经是信仰跟生活的最高权威。那第五点是，也是刚刚我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重生得救着重于因信称义，而不是苦修跟善功。因为从马丁路德跟当时社会的背景，他们对圣经有全新的看法，那这个是整个基督教大家共同遵守的、理解的一个信仰基础。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历史，我们不是讲说，把那些故事又搬来讲一遍，好像每一年演练一遍。重点在下面这一段，宗教改革其实就是灵命更新。灵命不更新，你宗教就一大堆繁文缛节，对不对？一大堆冗长的活动到最后只是被绑着心灵，就像古代在犹太地区，犹太人他们受到那些律法的捆绑一样。所以其实宗教改革不是500年前那一次，其实是历代都有了。最明显的有这几个：西西家王的改革，犹大王西西家他的宗教改革，将百姓回转归回上帝，那个是一个真的是大改革，他是用王的力量来改革。那我们更不用说，主耶稣就是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就是一个宗教改革。因为你看到他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对不对？责备当时的教堂的那些主管人员他把整个圣殿的换银钱的摊子都推倒了。你像这个不像宗教改革吗？这是体制的推翻，包括对信仰的认知都完全推翻掉。所以难怪耶稣会被定为叛国罪被杀掉，是因为在当时的人员他们根本无法去接受耶稣的行为。但是主耶稣用他的死变成整个生命的改变，他的学生他的门徒继续的这个改革。所以初代教会从传统的犹太教更新转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说宗教改革就是某一个时点发生的事，而是整个历代的故事一直在传承着。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西西家他改革的一个内容。他说他效法他先祖大卫的榜样，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他除掉山丘上的神庙，拆毁了石柱，而且砍倒了亚瑟拉女神的柱像。你看，竟然在犹太国，这些一大堆偶像都在那边，西西家就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尼夫士旦，因为以色列人在那边向他烧香。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眼光短浅到什么程度？摩西举起铜蛇是要见证铜蛇后面上帝的能力，但以色列人就竟然把那个铜蛇代替上帝，你看多荒谬哈！所以西西家现靠上主以色列上帝，犹大国在他以前或以后没有一个国王像他一样，他忠于上主，从来没有违背上主，他谨守上主给摩西所有的诫命。所以第7节说，因此上主与他同在，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各位弟兄姐妹，很有趣哦。西西家把那个铜蛇撤下来，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这样说，正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必须被举起。换句话说，主耶稣又成就了当初摩西举铜蛇的
意义。百姓不是迷失掉了吗？把铜蛇当神在拜吗？那这一次耶稣直接被举起了，耶稣就直接把那个拯救的大能完全在他身上显现。他说人子也必须被举起，要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各位弟兄姐妹，宗教改革有这几个精神呢。宗教改革不单是体制跟冲击跟概念变革，其实当时我刚才提到那个马丁路德他们刚开始他们也没有想一套什么做法要把他们教会怎么建造，因为好像被赶出来了。但是重点是心灵的革命，这些当时的信徒从被辖制捆绑的天主教的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心态，那重新得救，所以他们就好像一个开阔的天地，可以自由的敬拜神。他们不必再依靠那些宗教人员才能够敬拜神，他们就可以自由的敬拜。第二个是马丁路德，他从圣经的亮光找到了灵命的更新呢。就刚刚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约翰一书1章8节到10节，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罪，便是欺骗自己，真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错误。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等于把上帝当作撒谎者，他的道就跟我们没有关系。那这段经文跟那个马丁路德所得的亮光是什么关系呢？是因为我们要先承认自己有罪，你信才能得救嘛。不然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能力救自己啊，你不是靠善行，不靠善功，不是做功德，而是完全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耶稣的拯救才临到你。所以这些也成为我们基督徒现在每一天在祷告、认罪、悔改一个动力。因为你如果说你没认罪你没有罪，那就把上帝当成撒谎者了。是因为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第三个，马丁路德他主张信徒皆祭司，是打破圣职寡占、荣耀真理的诠释。我们刚才说了，当时没有印刷术，圣经都是由神父用拉丁文宣读。拉丁文本来是听不懂了，他一直念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如果要解释，可能就按照这个神父的他的个别的观点来解释所以马丁路德就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大家都看得懂。那信徒皆祭司，今天我们也觉得非常习以为常，但是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第四个是宗教改革，就是灵命更新、能量的传递，不是500年前那一件事情发生了，变成历史，变成故事，变成英雄故事，而是说那样的精神、那样的原则、那样的改变，一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一直持续着。因为时代在改变，文化在改变，地理在改变，人心在改变，怎么样抓住圣经的应许，我们配合着它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说，它是永远在革新当中，一直在革新弟兄姐妹，我们最后从宗教改革学习到什么？很重要，是跟我们有关的。长老教会就是改革中的教会，是一直持续在改革的，不是说一成不变，以前这样我们就会这样不可。只要合乎圣经，那改变是合乎时代的长老教会是改革中教会，所以也常常持续在改革中。这两个字中文译音都一样，改革中跟改革中中是宗教的中，还是继续的意思。所以教会建造跟体制的改革，生命的心灵的改变都是持续的。所以我们教会的一个掌管，或是说教会的运作的核心就是小会。所以小会员呢，他有这个责任，看见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怎么样配合圣经的教导随每一个时代在改变。各位弟兄姐妹，如果
你刚来到富强教会，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来10年以上的弟兄姐妹，你发现说，其实我们教会就继续在改革中，就是继续在宗教改革，你知道吗？这是牧师看见的，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富强教会是改革中的教会。首先是我们推动福音运动，我们把传福音看成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任务，因为你我做信徒皆祭司，既然是祭司，你就有责任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我们有各种方法，比如说福音茶会，我们有新朋友带领，我们加上最近这几年所推动的幸福小组，那些是技术层面的，但是其实核心重点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带人领人归主，这是我们第一个从长老教会传统的说法当中，这个是很大的改变。第二个就是我们接受了圣灵更新的运动。以前我们常常我们常只讲说这些五旬节的教派才会讲圣灵，对不对以前就是那些保守的比较神秘的教派，其实现在全世界对圣灵的接纳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开放了。圣灵的工作在各地做美好的事工。第三个，我们教会在10几年前就推动了华语的礼拜，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礼拜事工的改变。我们以为说这个哪有什么，用国语敬拜神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其实长老教会你注意看很多教会还很困难接纳，他们觉得说这种语言我觉得很不习惯，连读那个国语的圣经都不习惯呢。那所以表示说，这个是一个我们教会的那些领袖很大的一个突破，当然是因为信徒兄姐的支持啦那我们还有什么改变呢？我们教会以前都用团契的形态，那我们也是改变成小组事工。小事工的核心是什么呢？不是说好像很多花样分成好几个小组很好玩，好多个名字，不是它的重点就是有人要信徒当祭司，小组长他就是一个名义上属灵的领袖，也是一个小牧师了。那这种体制的改变真的是非同小可因为他愿意承担平信徒，也成为一个牧养者，一个安慰者，一个激励者，一个真理的固守者，那不是小事你要认为这个也不是我的职业，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是因为我们从宗教改革的信仰当中知道，这个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而且我们这几年也推动了门徒训练，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不只是成为一个信徒就好了，我来做礼拜，我来奉献，那就完成了，是因为你托付主耶稣托付的这个任务给你，你要接受培训，你要成为门徒，要成为初代教会那些门徒到各地去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推展了信徒皆祭司，就是多轨道服事。上个礼拜很多弟兄姐妹回来教会参加选举，就是投票给某某人当执事，某某人当长老，这是我们长老教会最核心的组织。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不能涵盖这个现代化的教会形态，所以呢，我们其实推动了除了刚刚讲的小组长、小组这些侍奉者，他们也是干部那另外一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侍奉团队，他们不是用选举的，他们是用委身的，是受呼召的，是献身的。所以我们教会所以这几年会有更多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小组事工、侍奉团队，很多弟兄姐妹委身在里面，他也不是被选出来，又不众人推举，也只是某一个长老邀请他，或是牧师觉得你很适合来做，他就愿意委身，而且招了一群也是志工团队。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侍奉的组织包括我们新朋友关怀，我们的爱心午餐，我们的心灵转角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影音团队，这些团队都是一群人在背后，你看不见，但是让整个圣工都一起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惊天动地的改变。对我们富强教会来讲，我们怎么样深化这个组织？
甚至我们推展出很特别的事工，我们的马教授他们很热心在推动悲伤关怀，还有现在台湾遇到很多离婚的困境，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一群遇到婚姻有问题的弟兄姐妹？有的教会可能他有这样的恩典跟专长，甚至有的教会推动一个叫做重机团队，就喜欢骑重机的啊，假日要出去不能做礼拜怎么办？就一个牧师带他们去骑重机，然后到外地去做礼拜，或是露营团队这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百姓在哪边，福音就在哪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在归建，我们团队要回到教会是这个原因，所以大家一起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意象。我们新选出的长职，我们明年有很多团队要服事，要就任，求神亲自让我们这个宗教改革的精神一直在我们长老教会当中，一直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我们现在又在思考，我们社教50周年怎么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青年委员会特别为我们发展整理出未来25年我们的青年事工要怎么做，很多事情都是很前进的。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感觉良好，其实很多地方已经老旧了。我们怎么样突破？我们怎么样改变？只要跟神的心意连结，你就会发现改变不是那么困难。如果说我觉得怎么样，那就困难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改变。所以宗教改革不是改变别人，宗教改革是改变你自己。说神啊，我有什么样的眼光看不清楚，我们有什么设限的，我愿意改变自己。那改变自己才是最根本，而且最有效的。愿神在这个宗教改革的纪念日当中，让我们富强教会永远是一个充满着动力、活力、愿意被改变的，而且这个改变是合神心意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想法，是神要我们这样子做。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复兴的火》，一起唱诗歌，一起来做祷告。很熟悉的诗歌哈，《复兴的火》。我们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跟着唱哈。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让统治者的神道，一起登上和你的号角，我来遵从新的祷告，让我们忠于施教的呼召。以赞美在佛主的恩公，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燃烧。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再一次。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感谢主，愿复兴的火燃烧我们，让我们在主祭坛当中成为信徒皆祭司的一份子。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跟神说：主啊，宗教改革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动工的。求神让我们愿意先改变自己，让神的意象
神的光照，像当初光照马丁路德一样，也光照我们。我们愿意同心合一，看见教会的需要，改变我们的体制，也改变我们自己。求神使用我们。第二个，我们为新受选的长子献上感恩，让他们预备心要被神所使用。第三，我们为疫情能慢慢解封，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福音事工能够顺利来推展。第四个，我们为在疫情当中工作、生活甚至健康遇到影响的弟兄姐妹，求神赐下恩典，让他们走过这个艰难，得到新的神的祝福。我们也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在周报上面很多的名单，你认识或不认识的，我们奉主名来祝福他们被神所医治，被神所祝福，恢复健康，恢复体力。在心灵上有软弱的，也求神亲自安慰跟扶持，让他们看见有神的同在，他们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神的平安跟他们同在。我们受感动，一起为这些事情开口，或是在内心一起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你的平安喜乐也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愿意被神所呼召，愿意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内心的软弱以及遮盖，能够被神所除去，让我们成为一个继续改革中的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所遇到的限制，或是也在健康或是在经济工作受到影响的，求你再一次恢复他们，赐给他们信心跟力量。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施下医治在他们当中。特别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疫情过后所有的事工要恢复，所有的服事要恢复，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火热的心，愿你为主所用，愿你在主面前来服事。感谢赞美你。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聚集在宗教改革的纪念日当中，思考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我们改革什么？我们内心有什么软弱，有什么遮掩，有什么罪没有除去的？主啊，愿主这个改革的生命火种继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互相教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定下的旨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祭司，愿被神所使用，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招聚人来亲近主的地方，让我们成为一个受造就、受装备，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地方。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保守在疫情当中许多人工作影响、健康以及经济受影响的弟兄姐妹，求你全部的恢复他们，让他们在主面前看见神给他们的供应是比先前更大的祝福。也求你保守医治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病痛的，在医院受治疗的，在家中来敬仰的，求神亲自赐下恩典、祝福跟医治。主啊，让我们教会全面恢复聚会的时候，我们各样的事工都有神所差派的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同工一起服侍你。感谢赞美主，愿富强教会成为一个社区的灯塔，成为大家所渴慕来聚集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主你的爱，有主你的恩典跟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言20章29节。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下周是由夏牧师来证道，诗会是王慧琪执事。上周报告事项登正有一处就在第2页，第一堂实体出席人数应该是302位，上面是写267，请订正稍有出入。那其他服事同工与奉献和聚会的讯息，请大家自己来参阅。这时候我们来看周报第4页，肢体的交通。我们看第2项，本主日10月31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那第4项翻过来第4项，下主日11月7号视为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那主日学举行升级祝福礼。第6项，本会于11月28主日礼拜后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那参加的同工包括新就任长职、院区小组团契首长、侍奉团队的队长、全职同工请一同参加。第7项，本会定于12月12日举行圣餐及洗礼式，欢迎报名洗礼。第8项，这个教育装备团队查经的课程，我们英文查经班、华语查经班跟台语查经班都已经开始，从今天开始恢复查经，欢迎兄姐踊跃来参加。那接下来我们看第6页第12项，婚礼的消息。本会张西道长老吕秋玉姐，他们夫妇的长男张志佳兄弟，他与这个叶依林姐妹预定于明年1月15日下午2点10分在我们富强教会举行婚礼，我们恭喜他们。那他们也在下午6点会在来归仁饭店会举行一个婚宴。那已经在1楼的公布栏已经填写，请大家有意愿的可以在上面做填写。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牧区提摩太牧区，我们看一下第7页的第3项提摩太牧区。那牧区自即日起，他已经举办了我想谢谢的一个感恩节的摄影比赛。比赛这个我们有个 PPT 我们看一下PPT 简报档。那他的投稿时间已经开始了，从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那截止时间是到11月14日。来截止，那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很有意义的这个感恩节的摄影比赛。简报有没有？简报档好，没有。那我们其他部分，我们请夏牧师来给我们做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先来做介绍等一下请同工来做一个牧师讲到这个投影片后面有一些投影的报告我们今天有3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一个是吴美莹姐妹在我们当中，哪里？让我们看见你好不好？欢迎，还有她女儿张慧娟，是不是？慧娟跟慧娟好，拍手欢迎欢迎你们，好欢迎。还有一位弟兄是胡胜宏，是不是？这个宏是不是这么念？胜宏没错，胜宏在哪边？来，欢迎你他是住关田关田来到这边的。好，谢谢。
欢迎这3位新朋友哈。我们有一段时间疫情哈，都没有新朋友来，因为不敢邀了哈。我现在慢慢可以恢复了哈，感谢主哈。我们投影片有几个报告，用投影片看比较清楚哈。第一个是小会公告，我们长职改选的当选名单，上个礼拜完成，我们要公告2个礼拜哈。这一次我们知道新的长老有2位，厉志强长老、胡信昌长老。那我们的执事呢有7名，有4位是以前担任过轮休就被选续任的，是厉维稳执事、花文凯执事、陈秋怡执事、杨中和执事。有3位是第一次选上参加教会服事的，胡哲豪弟兄、杨胜吉医师，还有赖婉如姐妹，在现场呢，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来拍手，感谢主。好，那第2个报告是有关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活动，就是在11月14号，半个月以后哈，我们要举办福音主日的名人讲座。我们以前是配合幸福小组，邀请这些新朋友来参加。那这一次没有幸福小组，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哈，所以要靠大家邀好朋友来了哈。那艾成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不过他的人生的经历差距很大哈，起起伏伏哦。但是他信仰帮助他重新得到力量哈所以他要做见证，请兄姐用电子档的海报邀请亲友同事同学来参加。这个是我们外面有贴大海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有电子档。我们请小组长传给每一个组员，也请组员传给你的好朋友，邀请他来。我们11月14号有两场哈，有台语场还有华语场。那我们要确定他是不是前后是上下集，或是每一场都讲同样的哈。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再跟各位公布哈。那请大家邀请他们来如果有名单更好哈，先让我们弟兄姐妹为他们做代祷，特别是你要邀请的话，要祷告求神感动这些朋友。那当然这个事工要配合什么呢？配合我们的感恩节的茶会因为我们举办这个事工，听完了就回家啦。邀请了我们后面有福音茶会，要不要来？所以各小组都有鼓励大家办福音茶会福音茶会请他们来，我们就个别自己来做见证为他们邀请他们。这个第3个是重要聚会的公告就是我们从11月开始，因为11月1明天政府也宣告说我们慢慢疫情解除，但第二级还没有解除，但是其实很多解除了，还包括说下个礼拜我们带领诗歌的牧师可以不用戴口罩，都这样子宣布，而且我们的座位就不用限制了所以这个很好机会，邀请朋友来的时机点那我们的主日礼拜的第2堂，特别是第2堂，我们现在第2堂我们是从10点50就开始了，以前是11点嘛，现在提早50。那50是我们祷告跟敬拜都连结在一起那一共有25分钟我们从10点50、11点到11点15分左右，我们才进入礼拜程序。但是这一个段落是我们预备心跟神敬拜赞美很重要的时刻，所以我们邀请朋友10点50就要到那第3个是我们周5的恩典时刻祷告会，从本周511月5号就回到教育中心的地下室举行，因为那个地方氛围也很棒，而且是我们的各小组的聚会场所都在那边，不用再移动那我们又恢复全面的小组聚会请大家记得邀请，而且我们因为那个边我们的转播设备就暂停了我们就邀请大家都回到现场。那重点是我们在年底有感恩节的事工，我刚刚有讲过，爱成弟兄的分享见证之后，你邀请这些朋友来，你要持续跟进邀请他们继续来参加小组，参加我们的一个那个福音茶会。那后续我们因为圣诞节，我们也不都知道疫情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今年就小会说不规划大型的庆祝活动，也是授权给各小组各单位举办福音餐会那邀请好朋友来，教会也有一些经费上的补贴，那希望能够小而美小有精致，又有效果的
但是你们要登记哈，给办公室登记说你们要的时间地点，才不会冲突哈。那现在越早登记呢，你们就可以选择更多哈，好不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12月12号要举行圣餐及洗礼式了哈。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信务小组，但是也是要各小组同工去邀请、去鼓励，还有已经有预备心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报名，在11月14号以前完成，因为我们要做几个礼拜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哈，真理的教导，大概是网络上的报告。那这个有几点再补充一下哈，就是感谢主，我们这个周报哈慢慢又恢复全完整的这个份数来报告了哈。那这边呢还有我们下个礼拜是主日学主日哈我们虽然没有邀请小朋友来献诗，但是我们希望一起关心我们的主日学事工，因为我们现在主日学也全部恢复了。那下个礼拜我们圣歌队还有我们的小组的献诗也都恢复了，还包括我们的社区的儿童音乐班各方面等于是全面的恢复正常形态的聚会请大家预备心，一起来参与，一起来配合。不过我们当然是做礼拜还是鼓励大家还是戴着口罩了戴着口罩。那如果有酒精也是做一个清消的动作。那我们带领的人员可以摘口罩，但是服侍完也再带回去这样子因为这个戴口罩是最好的保护。求神带领我们，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大家，我们来做结束，谢谢。颂荣，我们一起起立来吟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我们请夏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恩惠、平安、怜悯与你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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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默祷完，我们教会有预备爱心午餐如果你要留下来可以到3楼去一起聚集。我们也请新朋友可以留下来跟我们的招待同工更彼此认识。谢谢，愿神赐福大家一路平安。